今朝咧，我哋就請嚟咗研究團隊嘅成員啊，阿盧啟聰，同埋咧亦都有一名係爸爸，係咪？阿當 Sir 嘅照顧者，係咪？兩位早晨，早晨，早晨，係早晨，早晨，係不如阿盧啟聰講先啦，因為你今次咧嘅督導顧問啦，咁喺呢個嘅調查裏邊，你覺得邊個重點首先要同我哋講講，我哋一定要留意嘅呢？係早晨啊，三位主持，你哋好。咁其實頭先咧，你哋已經總結得好好噶啦。咁喺我哋今次嗰個調查裏邊咧，我哋好想突顯咧，爸爸即係作為男士咧，各種羞恥同內疚感喺照顧即係一啲特殊需要小朋友嘅情況裏邊會發生咯。係啦，咁我估呢個情緒其實都幾影響佢參與去照顧佢哋嘅小朋友啦，又或者頭先主持人提到，即係如果佢哋去迴避做呢個角色嘅時候呢，其實可能子女得唔到爸爸嘅呵護之餘，其實佢都可能少咗好多社交，因為爸爸其實係一個玩樂嘅，即係佢個強處嚟㗎嘛。咁而特殊需要小朋友正需要呢樣嘢。咁如果少咗爸爸嘅參與，對佢影響好大。咁特殊小朋友係咪特別會依賴爸爸多啲？所以你哋今次係集中睇睇爸爸先呢？嗱，其實咧喺我哋兩個層面嘅調查裏邊咧，我哋喺特殊需要嘅類別裏邊咧，我哋喺譬如我用個問卷做個例子啊，咁我哋437位受訪者咧，其實最主要咧都係兩種嘅特殊需要嘅，咁包括係自閉症譜系嘅小朋友啦，同埋過度活躍症專注力不足呢兩種特殊需要。咁而其實爸爸喺屋企裏邊個角色係無可取替啦，但係其實好多時社會上面去見到咧我哋關心家庭裏邊特殊需要小朋友咧，媽咪或者女士啊，或者服務嘅側重點都會喺佢哋嗰度。但係對於爸爸嚟講，可能傳統嘅角色咧，爸爸就係出去做嘢啊，或者可能即係比較喺照顧上面咧，佢未必係好仔細啊等等。咁其實就忽略咗爸爸咯。但係爸爸嗰個陪伴其實對子女嘅成長，特別係特殊需要小朋友嘅成長好重要。因為頭先提過啦，其實有好多即係之前嘅文獻都講咧，其實爸爸嘅強處就係中意玩樂啊，帶小朋友去啲冒險啊嘅嘢，其實對多動症即係特殊需要小朋友其他類別係好有幫助。咁如果冇咗佢參與咧，其實呢個影響都會幾大。我哋係咪一般理解可能就係媽媽咧會比較參與多啲日常生活上面嘅照顧？而頭先嗰樣嘢咧，就一般理解下，就爸爸嘅參與度會高啲啦，即係譬如玩樂啊等等，或者出外啊社交。而正呢一樣嘢對於 SEN 嘅小朋友子女嚟講係重要嘅。係冇錯。OK， 咁但係如果當爸爸照顧者出現咗頭先話內疚感啊、羞恥感嘅時候，第一，你覺得而家嗰個你個調查出現嗰個嘅，你算唔算係一個嚴重嘅狀況咧？然之後應該點應對咧？嗱，其實咧喺頭先即係我哋琴日嗰個調查裏邊去講咧，嗰啲羞恥同內疚感個比例都有60%或者以上嘅。咁我哋其實如果喺4種情緒同行為咧，內疚感同埋補償行為咧，比較係家庭嘅導向嘅，即係譬如可能喺佢哋日常喺屋企管教上面咧，即係嗰啲情緒比較過火咧，爸爸咁可能佢做完呢個之後咧，其實佢嗰種內疚感好強，令到佢係有個補償。其實補償如果同正面或者合適係好嘅，但係如果過度咧，其實可能會適得其反嘅。咁所以內疚感，我覺得都係幾需要。點樣拿捏嗰個即係嗰個程度啊？即係個補償嘅程度咧？嗱，其實咧我哋睇咧補償佢哋有3種嘅類別嘅，一種咧係即時性嘅補償，可能咧即係小朋友喺家庭或者喺公眾嘅地方出現一啲嘅行為嘅時候咧，佢哋會即時去修復，即係可能要同代小朋友去道歉啊等等。咁呢啲即時啦，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合宜嘅，係啦。咁但係去到一種叫做持續性嘅補償，即係譬如可能稍後可能阿當 Sir 都可以分享得多啲。咁譬如咧，佢哋可能好多時比較對個小朋友係溺愛啲啊，因為可能佢覺得即係佢有個責任去照顧呢個小朋友，或者可能係遺傳等等嘅因素。咁嗰種補償就變成一種溺愛咯。咁可能對小朋友嘅發展都會比較好事。或者過度嘅補償令到自己個壓力好大，因為喺受訪裏邊咧有80%，大約82%咧，其實佢係全職工作嘅爸爸嚟嘅。咁你可以想象，
如果佢又要不斷咁去補償照顧小朋友，但係佢又有各方面嘅壓力，其實呢個嘅影響係大嘅，係難拿捏嘅。但係我會覺得即係可能透過社區教育等等都可以去處理呢個狀況咯。係。咁我哋都同下當時即係都係爸爸啦，阿當 Sir 啦，阿當 Sir 當 Sir 就係父親照顧者啦。咁有2名嘅特殊子女需要嘅仔女嘅，係阿當 Sir。早晨，早晨，兩位主持早晨。係阿盧博士早晨，係。阿當 Sir 同我哋，譬如講講你有2個仔女啦，咁曾經出現過可能出街嘅時候會遇到啲咩嘅狀況，都會令到你覺得有啲困難嘅咧，或者心裏邊難受嘅咧？我個女就冇嘅，我女係曾經係SEN 咧，即係我女係應該係4歲嗰陣時咧，喺兒童治療中心評為輕度智障嘅，同埋發展遲緩嘅。咁好彩。我就揾啲訓練同埋同學校合作咧，咁就喺佢2年前讀中一，因為我女而家中3嘅14歲，咁就冇咗脫離咗個輕度智障，即係個總智商嗰份評估已經係過咗嗰個質素，咁佢咪改教育局嗰個報告。咁我而家係講個仔咧，個仔咧以前冇嘅，因為佢好早咧3歲11個月咧就係評為自閉症譜系啦，同埋輕度智障啦，即係智力障礙啦，同埋嗰個發展遲緩啦。咁初頭點解冇咧？因為佢太細，好易控制嘅。咁到而家佢10歲咧，就開始踏入青春期咧。咁男仔嚟講咧，佢係有啲衝動。我舉例啊，譬如同佢過馬路嗰陣時咧，佢喺紅公仔轉綠公仔嗰一剎那咧，比一般唔好同齡嘅小朋友或者係成年人咧快好多嘅。即係當佢感應到想過馬路嘅時候咧，一衝出去咧，二話不說衝出去馬路踏出第一步咧，佢就轉咗綠公仔。咁佢喺從後撞到人噶嘛，咁佢咁大個，有啲人望過嚟咧，就掘住晒。有啲唔好嘅咧，就話：喂，你點教仔啊？你睇住佢啊嘛。係啊，咁有啲仲更加離譜咧，係譬如識 SEN 嗰啲就話：喂，佢係咪過度活躍啊？或者自閉啊？唔好帶佢出街啊！係，即係有啲人會咁。咁我最深刻咧就係撞到長者，撞到長者咧就係佢揸拐杖嘅，同個工人姐姐一齊。佢喺從後撞到長者支拐杖跌咗落地。咁嗰個長者咧就好勞氣。當佢過完馬路好勞氣，望過嚟，即係嗰條小馬路嘅，咁就鬧我個仔，鬧埋我。佢話：喂，你個仔撞到我有咩事蹬低咗，你要養我一世嘅。咁喺嗰一刻嘅心情咧，我真係有少少突然間咧，真係有少少羞恥，因為我自己本身教 SEN 學生咧。我自己教英文文化班嘅嘛，同埋教中文嘅，即係喺啲機構度，同埋喺學校做輔導班嘅導師。咁我都要成功，個成功嘅比率都幾高。反為自己個仔咧，用咗好多方法，去調整佢個情緒或者調整佢嘅行為咧，係未達至我滿意成功嗰個階段。係啊，咁。呢種咁嘅心態咧，令到我咧，加上途人嘅語句啊，唔好話目光，係語句咧，咁啊令到我個心咧係好難受。明白啊！咁你點樣克服呢啲嘅？你點樣克服到即係你面對嘅呢啲羞愧啊、難過啊、自責啊嘅心情咧？冇啊！嗱，唯有咧，因為我做兼職啊，我10年都未做過全職嘅。因為睇住個仔，睇住個仔同個女咯。當時個女我都係用咗8年幾時間去訓練，
訓練佢，我自己有俾訓練，學校有俾訓練，佢先脫離到 SEN 噶嘛，喺個評估度，係啊。咁我就用咗好多心力，咁有陣時又要做兼職，學下頭先阿盧博士話齋，就你做嘢兼職嗰幾個鐘都會有壓力噶嘛。係。咁我點樣平復咧？咁我揾到就係兩樣嘢，一樣就係 mindfulness，夜晚去抽1至3分鐘去做靜觀，去做靜觀好有用噶。你揾自己適合嘅角落，跟住揾自己好喜歡嘅小食，係啊，去試，係啊，咁就去感受到，因為靜觀嘅最高感受就係咩呢？令到你覺察啊嘛，覺察反思不批判啊，咁你自己嘅情緒咪降低咗咯。咁另外呢，就另外一樣嘢呢，就係唱歌啦。我成日揾啲 Apps 呢去錄啲歌去唱，係抒發，咁啊減咗壓咯，係啊。音樂係好有用嘅。咁但係譬如頭先講嗰個調查咧，嗱，譬如頭先啦，你都話有啲羞恥感啦，係咪？咁但係會唔會真係出現咗一個迴避嘅行為咧？即係你意思話，即係可能真係少啲出街啦，帶少啲佢出街啦。咁我就唔會嘅，我就唔會嘅。不過就盡量咧去啲冇咁多人嘅地方。係啊，冇咁多人，因為佢有呢種衝動行為咧，就一定要避免。因為咧，我仔10歲啊嘛，我仔10歲，如果香港法例規定咧，佢10歲嘅兒童咧開始可以負刑事責任啊！如果我冇記錯條法例就，咁我都驚噶，係啊，我都驚噶，係啊。咁你認為咧？社會又好，或者政府又好，可以做到啲乜嘢嘢幫到你哋呢一種嘅處境咧？嗱，我都同啲家長爸爸有啲傾過，其實政府咧係有做嘢嘅，但係問題一樣嘢咧做得唔夠，佢整啲照顧者熱線出嚟咧，我就未用過嘅，同埋咧啲培訓人員咧，你係照顧者熱線係聽電話傾偈噶嘛，但係咧傾得唔夠深入，係啊，同埋佢係冇了解過特殊小朋友嗰種需要啊，係，同埋冇了解過照顧特殊小朋友嗰種壓力同埋情緒，即係唔識去情緒疏導，即係好公式化。咁我覺得咧，一樣嘢就係，譬如政府咧可以設啲類似社企出嚟咧，類似社企俾呢班爸爸或者係呢班照顧者嘅。照顧 SEN 嘅照顧者，就有一個疏導情緒嘅方法咯。譬如唞下，譬如去到，咦，真係有班社工傾下偈啊，飲咖啡啊，或者係食啲小食啊，嗰啲傾下偈，好有用。其實唔好谷到爆啊！即係每一日都有一啲嘅俾自己放鬆嗰下咧，都係緊要。係有時可能叫朋友睇一睇陣，自己可以去鬆下，都係一個方法嚟。仲有1分鐘時間咧，我哋問翻阿盧啟聰啊。咁你又認為社會啊，或者我哋政府啊，可以做啲乜嘢做多少少咧？嗱，其實咧，即係今日喺大氣電波咧，我哋都好想講咧，其實嗰個羞恥感咧，爸爸係嚟自一啲公眾人士嘅反應嘅。其實我哋好明白同埋體諒，可能特殊需要小朋友係一啲異常行為出現嘅時候咧，大家未必能夠完全去接納或者接受。咁但係都希望今日即係聽咗我哋個分享咧，都可以有另一啲嘅目光，或者係多啲接納、多啲體諒特殊需要小朋友同埋佢嘅爸爸嗰個照顧嘅辛苦咯，係啦。咁當然政府希望可以有啲服務咧，係即係幫助一啲男士或者爸爸嘅照顧者，即係服務比較彈性啲啦，係啦。即係喺日間就開服務咧，就其實比較難參與。咁可能喺啲模式啊或者時間上面可以有啲調節咁樣咯，係啦。因為其實我哋唔應該去俾到壓力別人啊，呢個我哋首先喺自己嗰度可以做到啊。係啊，譬如頭先所講咧，就係話如果真係過馬路啊等等去撞親別人呢，咁呢部分係唔啱嘅。咁但係頭先我反而聽到阿當 Sir 分享呢，其中有一個途人呢，就係話，你唔好出嚟啦，佢出街啦，佢似乎首先係有認識喎。你小朋友有 SEN 係嘛？佢似乎係好似有認識，但係原來佢跟住下一句就話你唔好出街啦咁。
咁係代表你唔認識喎，係咪？咁就我覺得呢個頭先有一個例子好好嘅就係話，好似我哋係認識多咗 SEN 啦，但係我哋嗰個嘅應對係反而代表咗我哋無知喎。其實你認識嘅話咧，你應該係鼓勵佢可以更加出多啲街。係啊，即係所以撞親你係唔啱嘅。咁但係你再反而回咗呢一句咧，係傷害咗別人喎。而導致咗可能頭先話迴避一啲嘅行為啊等等啊，係會有個反效果。不過老師都係重要㗎，我話有啲老師都係處理得唔好嘅，可能因為唔夠支援啦。不過呢一節咧，成日關係先多謝阿盧啟聰啦，同埋阿當 Sir。